Hello 大家好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繼續返到嚟得閒吹水，聽下有關笑喊台未有 YouTube 呢個 channel 之前，佢哋由幾時開始已經有同河馬呢一單新聞呢扯上關係呢？咁我哋就要講述返2024年呢5月嘅時候啦。咁其實呢，阿火水佬呢就係5月5號嘅時候第一次講有關於呢一個河馬嘅事件啦。咁喺另一邊廂，即係內地抖音嗰邊呢，阿公公啦喺5月16號嘅時候呢已經對外公布啊，對於河馬呢隻瓜呢，冇人能及佢知得咁一清二楚咁話喎。而喺當時呢，佢嗰條直播嘅片段啊，佢自稱自己係讀法律系啦，而且呢俾佢揀啦，佢都話會唔接呢一單 case 嘅。咁當其時呢，喺呢條片裏面呢，側邊久唔久入咗鏡嗰個四眼女子呢，其實呢就係公公現任嘅女朋友阿 Con 喎。咁招美峰呢個綽號啦，都係由呢一個女朋友帶俾佢嘅。咁喺側邊啊，佢仲帶點諷刺嘲笑啦嘅語氣去同阿公公講：你究竟係憑啲乜嘢而咁講話唔接呢單 case 呢？咁之後呢，有一段語音留言呢，就喺何太個群裏面呢流咗出嚟。而呢段語音呢，都播過幾次俾大家聽，就係蒲公公自己話：我個名叫蒲公公，個真名呢就叫做陳卡。咁佢一心呢，就係諗住撐阿何太嘅，亦都係睇唔過眼啦，諗住俾啲法律嘅意見佢，等佢可以攞返個450萬咁話嘅。但係呢，我翻查過舊有呢關於河馬群組裏面嘅資料，上年6月9號嘅時候，河馬已經喺佢嘅群組公佈咗呢，有公司或者可以咁講啦，自媒體公司呢去簽佢噶咯。而當其時啊，佢喺抖音嗰邊做頭1、2次直播，大家都仲記得啦。好多人呢係俾燈牌啊、花花啊、心心啊、太陽眼鏡啊呢啲咁嘅禮物俾佢。仲要有一位呢就係較為出名嘅創領 Eric 都有入去呢，對何太啦，即係河馬，仲大派禮物俾佢嘅添。咁喺呢個時候啦，記唔記得我頭先啱啱講過公公啦？係幾時公佈佢？就係5月16號啊嘛。咁繼之後呢，就開咗嗰啲群組啦，然後開咗抖音，仲做直播添。但事件呢發展到6月12號嘅時候呢，又出現咗另外一條語音，係喺河馬群組嗰邊流出嚟。而嗰一段語音啦，都係播過俾大家聽，就係喊住嘅公公啦，就喊苦喊忽，就話要去報警啊嘛，而且咧話咧要令到河馬咧後悔咁話嘅，仲講出咧要求河馬咧要向佢跪低啦認錯嘅喎。大家仲記唔記得先？咁講到呢度為止，咁可唔可以解釋一下咧？叫我公公點解啊會由5月16開始，然後喺所有群組出現過嘅唔同嘅分身啦，或者用唔同嘅名嘅佢啊，不斷咁陪伴呢隻河馬嘅左右呢？甚至啊5月28日啦，有話火水佬嗰邊報道過林作呢，向阿河馬招手，話出一個靚價錢同佢合作。河馬淨係了解嗰件事情之後，依然採取不為所動，婉拒咗林作啊！亦都係因為咁，所以同阿林作呢產生咗有少少嘅火藥味。咁當然河馬就講到冇問題啦，今次合作唔成啫，唔代表以後都冇合作㗎。咁喺6月12號。報案喺旺角差館嗰次，點解又冇再跟進呢件事嘅發展呢？亦都冇人再提咯。咁事件呢，再去到6月18號嘅時候，咁阿火水佬呢就提到創領文化傳媒呢間公司喎。
亦都係好多人口中講過嘅自媒體公司啦。咁喺呢個時候呢，到第二日6月19日啊，佢竟然呢就即刻可以請到呢個創領嘅 Eric 哥咯，去火水佬個台度即刻做個烽煙訪問。唔通呢啲一切都係巧合？而睇翻呢當時呢舊有嘅資料呢，講述河馬啦喺5月份冇幾耐呢，突然間喺抖音度做直播啦，仲講到呢下一場直播呢就會開始帶貨嘅。咁點不知一拖再拖啦，而其中一幕呢嘅直播呢時候，阿河馬更獻上一個情深嘅吻落阿可伯度，我諗大家都好有印象啦。繼之後呢，阿河馬仲好眉飛色舞咁，唔定價話唔賣㗎，帶啲咩貨，更考慮到呢出自己品牌嘅護膚品系列。咁所以呢，我嗰陣時仲特登話會唔會出呢個面懵膏呢？喺6月12號嘅時候呢，咁公公呢就被流出咗喊呼喊忽啦，要去旺角差館報警事件啊。然後 Facebook 群組嗰邊就發起舉檢行動。而家當然係知道係用機房推動啦，所以又高又低咧，好似股市上落咁。而 TVB 嗰邊咧，6月19號咧，俾人揭出咗，原來因為河馬呢件事件訪問啊，而收到咧51宗嘅投訴喎。咁之後咧 TVB 咁梗係冇再跟進有關河馬嘅事件啦。咁變相咧6月19號嘅同時，我頭先講過啦。創領嘅 Eric 咧就上咗火水佬個台咧，講出咧佢根本就冇打算同阿河馬簽約，諗住玩下啫。而 TVB 接受咗呢個51宗市民嘅投訴之後咧，就冇再跟進河馬啦。但係實質咧，極有可能咧用呢個咁嘅檢舉方法，令到 TVB 冇辦法再阻擾河馬嘅故事發展啊！咁而河馬咧喺6月20號咧喺佢嘅群組咧就同呢個大肚仔好配合咁講啦，話而家咧暫時咧未有公司同我簽約，但係如果我一簽咗約嘅時候咧，佢就搞唔到我噶啦，而且仲提到公司咧會俾好多個賬號去用嘅，所以唔擔心咧俾人封號。咁咪真係好配合阿公公所講，佢一個人可以 hold 200個賬號咯。咁發放咗呢個群組嘅語音之後呢，喺6月20號呢，就係河馬喺抖音嗰邊做緊第4次嘅直播喎。咁之後啦，去到6月22號呢，阿 Q 嬸啊，即係酷嬸啦，以前我嘅舊 partner 所謂，其實而家就只係間諜啦。喺同一日裏面呢，竟然同火水佬一樣，可以請到 Betty 姐烽煙做訪問喎。咁當然 Q 嬸咧就會喺翻佢嘅抖音 Hi Hello HK 度同阿 Betty 姐做訪問，而我嗰陣時就叫人幫我 cap 咗落嚟啦，就放翻喺 Hi Hello HK 2.0嗰度。咁亦都係因為 Q 嬸咧，所以先可以做出一個好特別啦，由阿 Q 嬸啦用電話同佢一齊傾吐而播放出嚟嘅聯播直播嘅。咁繼之後咧 ，Q 嬸嗰邊咧突然間又有醉魚呢個河粉同佢烽煙嘅形式做訪問，但係之後咧，我諗大家又記得噶啦，火水佬同樣啊都係可以請到呢個醉魚嘅喎。而當其時嘅河馬又停下播下，又開新賬戶，咁仲記唔記得風雨同路啊、千羽 BB 啊，又拎姐乜乜咁樣嘅咧？我都唔係好記得嗰啲名。而6月25號嘅河馬咧，亦都嘗試過喺小紅書嗰邊睇下做唔做到啦。點不知一開就即封啊嘛！亦都係嗰個時候啦，阿河馬嘅管理員啊，即係嗰啲子欣 BB 啊，仲有一個好特別嘅男人上嚟嘅，仲話啲人疑似話呢個會唔會係河馬仔咧？記唔記得？咁事態發展嗰陣時已經係6月26號噶啦，咁就係因為呢個男嘅管理員啦，我叫佢做河馬仔先啦，咁啊係咁踢人出去啦。而且咧喺呢一段期間啊，亦都發生咗另外一個舉檢行動啦，就係佢嘅公屋問題啦，即係想去檢舉投訴阿河馬，等佢冇得住。咁跟住河馬嗰排咧就好頻騰咁樣又去房屋處啦，
又去銀行搞問呢個450萬嘅事件。阿河馬仲係呢個時候同阿何生啦，即係可伯啦，大掃呢個亡妻嘅不是啊。咁你記唔記得咧？呢個蒲峰峰又叫陳卡啦，一個就話幫佢攞翻450萬俾法律意見佢噶嘛。咁順理成章，阿河馬呢段時候咧就去咗銀行去查詢嗰450萬嘅事件喎。咁其實頭先講到咧，河馬仔疑似嗰個管理員咧，又係咁踢人出勤嘅。其實呢一個亦都係公公嘅分身嚟嘅。咁因為點解我會知咧？一陣間就會講到點解嘅啦。咁河馬喺呢個時候，除咗走走趯趯之外啊，喺6月30號嘅時候咧，仲公開咧鬧阿根師添，仲問阿火水佬夠唔夠膽返嚟香港啊嘛？如果佢會返嘅，河馬仲話俾個特別嘅機會佢接受佢嘅訪問添。同時間咧，河馬已經轉咗條線去呢個財商學院喎。表面上就好似俾人舉薦，唔能夠直播帶貨，冇同公司簽約，但係相對上更加明顯，做出嚟呢係想同嗰間公司撇清關係。去到7月1號嘅時候，阿柯琳琳呢個人呢就教阿何太呢整一個會員制度嘅群組，唔俾錢嘅人就踢出群啦。而另一邊廂呢就揭發嗰個財商學院係好可能詐騙嘅手法啊嘛，咁即係好明顯呢個 Facebook 嘅群組啦，裏應外合咧，連埋自己係群組房嘅人啊，就不斷做緊大龍鳳啊，睇唔睇到啊？跟住另外一邊廂咧，靠一個好大型嘅 speaker 講出去報導出去，所以點解人哋下下有一手嘅資料啦？就喺呢個時候，突然間爆咗一則好勁嘅料，講阿河馬後生嘅時候呢，係拍甜戲嘅主角或者配角呢，唔使問阿貴，梗係火水佬報道先啦。但係啲料呢，好快呢，就其實喺呢個群組啊，即係 Facebook 裏面2.0呢，就已經有人發放啦。而幫手帶風向嗰人，應該大家都熟悉噶啦，個名呢，就係叫霹靂，而亦都係好多時候因為佢啊而可以拍得住火水佬嗰啲一手資料，下下差唔多係同步發出嘅。即係咁，無論點都好，香港話大唔大，話細唔細，你要撞到一個人呢，係咪咁輕易呢？咁你估下啦，仲要中港兩地走嘅河馬喎。咁喺呢個時候呢，設立咗要俾錢做會員制嘅河馬群組呢，竟然有6個人真係俾錢 join 咗呢個 members 喎。而河馬呢個時候呢，依然係四處咁出動嘅，又去過金鐘高等法院嘅附近出現啦，亦都去過呢個私隱專員公署。去到上年嘅7月8號啦，嗰隻河馬就舉起咗 Hi Hello HK 抖音賬戶個 logo 同埋個版面出嚟，就講到呢個台呢點樣教人去檢舉佢，去話虐待老人。而呢個時候呢，阿 Q 嬸啊食咗一個投訴，就係肖像權發出呢個投訴，梗係要河馬本人啦。咁大家覺得呢個字都唔識多隻嘅河馬，能唔能夠進行呢個成功檢舉呢？咁好明顯幕後係有班底，有班人去托佢上去啦，開抖音啦、群組啦，同埋呢啲咁嘅舉檢。然而啊，呢個舉檢嘅方式亦都可以阻礙到抖音其他同行啦，想分佢一杯羹講有關於河馬呢件事件。好明顯，除非就係傾掂數派咗餅仔先可以講啦。咁喺7月12號，河馬亦都係開始直播嘅時候呢，播歌咯，仲要嚟一個馬拉松式，每次直播呢都8個鐘頭㗎。之後喺 Facebook 群組嗰邊呢，就喺度猜疑究竟邊一個係幕後教河馬直播嘅時候播歌呢？咁最終指來指去就指咗落我度啦。亦都係當其時呢，有人帶風向啦，喺 Facebook 群組就話，因為呢，我同佢有牙齒印喎，即係火水佬啊，所以就要斷人米路喎。咁繼而之後呢，亦都有唔同嘅台呢，紛紛咁去
指向 Hi Hello HK 咧就係幕後教阿河馬直播播歌嘅兇手啦。直至7月15號啦，呢條四眼仔嘅公公啊就上咗去抖音 Hi Hello HK 度做直播，而同時喺同一日裏面做完呢一場抖音直播，阿公公去返佢自己嘅頻道咧，抖音嗰邊做完半個鐘頭嘅直播，就即刻上咗去火水佬嗰度咧，做咗個烽煙形式嘅直播啦，介紹自己係柯琳琳，亦都係直指咧 Hi Hello HK 就係25團隊嘅人，亦都係教河馬播歌嘅兇手啦。咁然而咧喺呢個時候，因為直播有人 cap 咗落嚟俾我睇嘅關係咧，我就有好實質嘅證據指證呢個四眼仔係講大話，根本喺我哋嘅直播裏面係冇提及佢所講嘅嘢。而呢個時候嘅 Q 嬸啦，就衝咗去火水佬嗰邊咧，做咗個烽煙，跟住咧就割席啦，話佢只係做關於抖音嗰邊嘅事，而 YouTube 呢個頻道呢邊咧就唔關佢事嘅，係各有各做，即係將所有鑊卸晒落我身上啦。咁明明係抖音先去入到去群啦，發動呢個舉檢啦，而且咧就係因為呢個事件，我發現咗 Q 嬸竟然用到機房嘅功能，而向河馬直播時候作出檢舉，亦都喺呢個時候咧，西兒亦都烽煙過去火水佬嗰個台度，直指 Hi Hello HK 2.0啊！亦都係呢個時候，佢哋不斷咁嗌我呢個代號哈佬雞嘅出現啦。再加上 Facebook 嘅群組啦，不斷咁大風響啦，指證啊 Hi Hello HK 咧就係哈佬雞啊，又話咩 Hi Auntie 啊嗰啲咧，咁呢啲唔係火水佬嘅口頭禪係乜嘢啊？然而嗰個時候咧，我都同大家講過啦，大壽俾人攻擊啦、檢舉啦，日日都精神轟炸你，去數你啦，留好多個 message。直至咧利用到阿門事件啦，數我家族嘅事啦，又乜乜 7咁講出嚟啦，又出動咗情緒勒索啦，叫我去好好照顧個仔，不如唔好搞咁多樣嘢啦，因為阿門揸卡咧好癲嘅，呢啲一說話咧就係300萬嗰個老虔婆所講噶啦。咁後來喺呢段時間，我要為 BB 搞入學嗰啲事，所以就停止咗啦。但係咧之後，其實佢哋不斷出現一啲新角色啦，譬如男三女啊、光頭劇啊、突發記者啊、戰地記者等等。咁而666啦，同阿嚴西兒嗰啲咧喺背地裏又做過啲乜嘢咧？譬如中環皇后像廣場嗰次啊，咁好明顯阿666俾我發現咗，一見警察啊掉頭走啦。亦都多次出動咗阿光頭劇，特登撩興阿河馬，亦都有喺國安處啦轉播俾阿火水佬去做直播現場直擊當其時嘅狀況。咁講到呢度為止咧，其實咧由頭到尾咧都脫不清關係啊，同呢個笑喊台，亦都好明顯呢一個笑喊台咧所做嘅一切咧，都係明顯為咗火水佬而俾佢，每一次都係獨家資料，每一次都係一手資料，去報道有關河馬事件最新嘅狀況啊！而家情形就有啲唔一樣啦，因為12月5號事件咧，加上我再次復出開翻咪，踢爆咗唔少人哋嘅雞棚喎。咁個劇本一而再而三再改嘅時候咧，咁而家光頭劇明顯咧就唔見咗。變咗啦，午餐仔咧就代替咗呢一個角色，成日去河馬嗰邊撩事鬥非，整到去興，整到去猛，整到去發火為止。但係你哋要清楚記住啊，本身守開嗰個崗位，好似阿公公啦，要威要型，突然間彈出嚟就一鑊粥。咁呢一次咧，午餐仔會唔會又係咁咧？啱啱有人講咗啦。佢自爆12月5號根本冇事，根本就唔會有後續，因為根本就冇報警啦，暗示咗，亦都係朱的隊友嘅其中一名嚟嘅喎。咁事態嘅發展呢，我睇下你哋個劇本啊爛成咁，點樣收科啦？點樣延續啦？
而最尾呢，我想提翻就係阿公公上阿 Q 嬸嗰個直播呢，自己提到啦，有5個帳號係入咗佢河馬嘅群組啊。咁我哋數一數都可以數得出嚟啦。一個就話自己係蒲公公陳卡啊嘛，一個呢就係柯琳琳，一個呢就係好似疑似河馬仔成日踢人出群啊。咁已經係3個咯喎。仲有一個就係6月時候喺旺角報警嗰位人士，即係都係公公嘅分身啦。而最後一位呢，入咗去群組嘅分身代號就係好好豪啦。同埋你見到佢哋嘅劇本走勢啦，無論報警又好，房屋處又好，國安處又好，究竟係咪好似嗰個火水佬話齋，報咗警就係真嘅呢？唔係啊嘛？你當人弱智嘅咩？咁之後12月5號發展到至今為止啦，大家都知啦，律師信啦、退網言論啦、交代唔到啦、MRI 啦、報警啦，或者落口供啦，而且有律師陪同、私家醫院，後續有8000蚊呢個律師信事件啦，咁但係都係冇銀用啊，唯有啊，只可以厚着面皮啊，繼續做啦。咁而家明白到點解人哋幾個啊主持要聯同其他嘅台聯手去係咁不斷整我啦、恐嚇我啦、勒索我啦、爆我料啦，又話海量嘅資料等等，呢啲咁下九流嘅手段係你哋先做得出嘅啫。一個女人帶住個僆仔都搞唔掂，你哋係咪應該執包袱返去原本嗰度玩波波池啊？其實掉轉頭啦，我都好想問下呢個笑喊台，講到大是大非啊嘛，點解唔夠膽再提？你哋一手創出嚟咁多次報警啦，或者房屋處啦之類等等啊，因為你哋而起嘅事件嘅後續發展或者交代嘅，咁你哋嘅退網論啦，或者狗噏就鍾意當秘笈嘅。仲好意思咧，每日撐住個雞頭，係咁做直播啦，係咁討論啦，仲依然咧含住嗰種不屈不撓嘅精神繼續做落去。我終於明白點解人哋所講你影衰啲中國人啦。仲有啊，嗰位霹靂講啦，話4月嘅時候咧睇新聞唔係睇網台就自有分曉，睇咗啦。就係嗰個出街瞓啦，定係佢今次兆康站俾人拉啊？而且啊，順便一提啊，兆康站受襲嗰位女士啊，根據最新嘅消息，好似疑似竟然係唔作出控訴，不特止，仲竟然撤銷咗嗰日嘅控罪添，咪又係做完大龍鳳，然後又冇事咯。呢啲唔係早有安排，係劇本係咩啊？好啦，今次有關笑喊台呢，就分享到呢度為止，希望大家滿意收貨。如果鍾意我呢條 channel 嘅，麻煩大家記得可以嘅話 subscribe、like and share， 留建議性嘅 comment， 最好去埋我嘅後備頻道嗰邊支持一下。咁下一集我哋再分享過啊，喺度同大家講一聲，拜拜。